台南市特色公园的建设，伫这2档会用讲快速成长。新营地区伫2021年新加一座，到2022年也是唯一的一座。对此，议员李宗翰以人口数的平均，伫溪南部分大约每5万人都有一座的特色公园，不过伫溪北可能要50万人才有一座。因此，批评市府欠缺地域的平衡。对此，市长嘛表示认同。未来会来严格要求。那特色公园的部分，我想市长其实要予以肯定啦，其实增加了非常的多。到2022年的时候，我想新营还是维持一个，然后其他都在原市区里面。可能公务局在照顾乡亲的时候，或许有他选择的原因或者其他理由。那如果再把它切到西南西北的话，看起来似乎这个条件又更加不利。市长，你的想法？坦白讲，您说的我也是有感。是我自己出生台南县的这个，我觉得我看不下去啊。是，好，那我一直要求在这个特色公园也好，或是特色游具的布置也好，一定要兼顾到这个南北。那我接下来我们会严加要求，我跟您讲过严加要求。是，谢谢市长。除了加强地域的平衡，另外伫游具的安全部分。因为进前有小朋友使用选过花柳树的时，无细机来飞出去，议员嘛要求要加强警告。虽然部分的特色公园有真歹保全来巡视，不过安全的部分也是要家长甲小朋友做伙来遵守。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